嗱，好多時我哋聽歌啦，有啲歌係即係經常有人播啦，或者一播出嚟，起碼你可能會我聽過啊，或者點都識哼翻幾句啊咁樣。但係咧，佢原唱歌手咧，或許你未必講得出嘅，甚至就算你講得出佢原唱歌手都好啦，呢位歌手有啲咩歌係 hit 嘅咧？你又未必一時間諗得到嘅。咁呢啲情況咧，我哋都叫做紅歌唔紅人嘅。咁啊例子咧就非常非常之多啦。日前咧就我哋香港嘅一位資深填詞人啦，因葵先生就逝世啦。咁喺佢嘅一啲作品當中咧，我就揾咗一首歌曲。嗱，呢首歌咧，我相信好多人都好中意。但係咧，呢位原唱者咧，你話佢係咪真係好紅咧？其實又好似唔係咁樣喎。從歌曲中説起，由歷之中記起，有夢最美。喺1989年嘅時候咧，咁啊蔡立兒就推出佢第二張專輯《不得了》啦。咁主打歌係渴望嘅，咁但係即係派台成績就一般啦，唔係話真係咁突出。但係後來咧，同碟嘅另一首第二主打咧《絕戀》咧，反而又得到好多人嘅喜愛噃。咁而填詞人咧，正正就係因葵先生啦。先講下呢首歌先啦。雖然今日嘅主題咧就唔係想講絕戀或者唔係想講因葵啊，咁但係點解呢首歌會咁突然間咁紅咁樣咧？咁樣第一因為本身呢首改編歌啦，改編自中島美雪嘅即係作品啦。咁本身蔡立兒嘅版本咧係唱得比較上係再可憐啲，因為中島美雪嘅聲質咧係比較上帶點豪氣啊，我自己咁形容佢啊。而蔡立兒嘅把聲咧就比較上溫軟少少啊。咁再加上《絕戀》呢篇歌詞咧，喺當時嘅社會嚟講咧，仍然都未係話將一啲生死嘅主題可以放到咁大，或者放到咁出去講嘅時候咧，呢首歌咧喺當時嚟講咧，又的而且確係一種衝擊嚟嘅。甚或乎喺歌詞裏邊啦，常在霧裏燈孤單，靠在墓前啦，係直接就形容佢嘅愛人係已經係離世咗啦。墓前啊，墳墓嘅墓。喺過去嘅廣東歌嚟講咧，係真係好少咁大膽去即係寫呢啲咁嘅生死嘅一啲內容。咁所以絕戀咧，除咗歌好聽啦，蔡立兒嘅演繹亦都非常之恰到好處之外咧，我諗歌詞咧更加之係即係其中一個咧，為呢首歌咧添上唔少分數嘅一個因素嚟。咁講到蔡立兒咧，其實佢嘅背景就唔需要多講啦，大家上網咧基本上都可以好容易揾到㗎啦，咁都唔花特別時間去即係細表啦。咁蔡立兒其實本身出於一個演藝世家啦，爸爸就話慶叔蔡國慶先生咧，都係非常之資深嘅戲班啦，或者電視嘅藝員啦，咁導致咧Cherry 蔡立兒咧好細個就已經咧係有機會喺一啲前輩嘅 party 上邊咧係唱下歌咁樣，而亦都係俾一啲前輩咧係即係發掘咗出嚟嘅。咁啊佢都好好彩，因為即係最初係由林子祥啦帶住蔡立兒去即係學好多製作啊，或者即係錄音上嘅嘢啦，甚至咧係擔任過林憶蓮嘅即係演唱會嘅和音團隊啦，呢個絕對唔簡單嘅。咁但係咧，你話蔡立兒嘅歌有冇啲乜嘢真係好突出嘅咧？除咗絕戀之外咧，可能你再諗到咧就係 Say You Love Me 啊，或者係即係 Close Your Eyes 啊呢啲。咁但係咧又未去到話真係好一線 top 啊咁樣，最多我諗係即係一線中啊，或者二線頭啊咁上下嘅歌手嚟嘅。咁佢即係過去推出嘅專輯咧並唔係多嘅，一共咧大碟咧淨係推出咗6張嘅專輯嘅啫。咁啊今日咧特別係想講佢1992年咧都算係佢最後嘅即係一張嘅錄音室專輯，就係、是《6月的愛人》。
嗱，當時咧，我仍然都仲係一位學生啦，所以經濟能力咧就只能夠買到 cassette 帶嘅。因為咧喺《六月的愛人》去推出嘅時候，差唔多同期咧，鄭秀文係推出咗 Holiday 啊，咁亦都係一張咧好好聽嘅專輯。咁所以咧錢就有限啦，所以當時咧作為學生嘅我咧，就只能夠蔡立兒啦，同埋鄭秀文嘅 Holiday 咧，都只能夠買 cassette 帶嘅版本嘅。咁但係兩張專輯咧，我特別咧就覺得《六月的愛人》咧係更加值得去同大家去分享嘅。喺《六月的愛人》推出之前咧，咁蔡立兒嘅第5張專輯咧就係、是《Say You Love Me》啦。咁其實個成績都唔係差嘅，因為起碼有《Say You Love Me》呢首嘅即係快歌啦，同埋即係改編 You Are Everything 嘅《欠你這一世》咧，都係喺電台咧熱播嗰啲歌曲嚟嘅。咁去到92年咧，喺呢一張嘅《六月的愛人》咧，咁主打歌咧，當然亦都係食翻住啦之前改編咗《絕戀》啦，中島美穗嘅作品咁成功啦，就係B-side 嘅第一首歌曲《生死約》，同樣都係改編自中島美穗嘅歌曲。曾在雪中送熱吻，沒有假怎樣見真？因這是愛，沒有過一樣有因，是你於是。帶有一啲中國味道色彩嘅日文歌咧，其實喺日本都唔少，因為始終即係日本人咧對於中華文化咧嗰啲研究或者嗰個傳承咧，其實日本都幾多嘅嚇。咁所以嚟講唔同年代咧都有啲日本歌咧，佢哋都喺編曲啊或者個旋律上面咧都會有少少中國音樂嘅元素喺色彩裏邊。咁呢首生死約啦，原曲都係中島美穗嘅歌曲，亦都唔例外。咁啊 Second Track 咧，其實咧就係呢張碟嘅 A-side 第一首歌曲《獨身女郎》啊，其實咧都係一首咧日文嘅改編嚟嘅。改編自美崎亞美嘅 Southern Cross。咁喺呢張專輯咧，無論喺個封面嘅攝影啦，因為你會見到咧，其實好簡單，係一個影樓嘅影相嚟嘅啫。咁啊，蔡立兒着住一件連身花裙啦，咁喺一張大嘅背景紙當中界開，佢就喺張紙中間咁樣穿出嚟啦。咁啊，呢個攝影風格咧，其實喺當時咧都有好多歐美嘅 artist 咧都有做過類似啦。咁啊，攝影師就係即係都係香港影呢一個唱片封面數一數二多嘅Sam Wong 嘅作品啦。咁但係整體嘅感覺咧，蔡立兒出道嘅時候咧，其實係好細個嘅，16、17歲咁。去到第6張專輯都係廿鬆碎啲，但係咧喺啲歌曲上面咧，你會發覺咧，可能係唱片公司啦，或者填詞人咧，有心打造到佢係一個有少少似林憶蓮嗰種都市女性嘅感覺。你聽到獨身女郎咧，佢裏邊嘅歌詞啦，因為呢篇歌詞就係周禮茂寫嘅啦，所以咧周禮茂先生嘅歌詞咧，好多時咧你係需要慢慢去細味咧，先至聽到一啲嘅隱喻出嚟嘅。咁譬如最尾苦悶咁樣呢一句啊。咁啊，究竟其實佢有啲乜嘢隱喻咧？同埋成首歌嘅歌詞內容咧，就係一個都市女性夜晚好空虛寂寞咁，周圍去即係揾一啲嘅伴侶咁樣。咁所以都係當時嚟講都偏向嗰個意識咧，係比較上前衛或者大膽啲嘅歌曲。咁去到第3主打咧，其實就係呢張專輯嘅第2首歌曲 A 面第2首歌曲 Night and Day。咁改編自美國歌手 Betty Miller 嘅同名歌曲啦，咁你都可以聽到咧，周禮茂喺呢一首 Night and Day 咧裏邊嘅歌詞啦，其實都係好一貫周禮茂嗰種嘅有啲咁多情慾感覺嘅歌詞。咁當然咧，即係你話同劉美君嗰陣周禮茂嘅歌詞相比，咁當然呢啲已經算保守啲，咁可能即係 artist 嘅定位形象唔同啦。劉美君嘅作品由周禮茂先生寫嗰啲咧，嗰個情慾嘅
意識咧係大膽好多。咁但係咧喺蔡立兒呢一個咁，你會見到蔡立兒嘅樣好鄰家女孩啊咁樣。咁但係佢啲歌詞呢啲就有少少隱喻咧，令你好多幻想嘅空間咁樣。咁一開頭嘅時候就講到啦，就係話絕戀啊，其實係蔡立兒嘅第二張專輯《不得了》裏邊嘅第二主打，咁但係咧就即係 hit 咗啦。其實咧去到呢張6月的愛人啦，第6張專輯之前啊，譬如 Close Your Eyes 精選啊，或者 Say You Love Me 啊啲第5、第6、第4、第5張專輯嘅時候咧，其實絕戀都一路係即係成日有人播住㗎，佢都唔係話個熱度退減咗嘅。咁但係因葵同蔡立兒嘅合作咧，就喺今次呢張專輯裏邊咧都有一首嘅，咁就係咧當中嘅第4首嘅一首原創作品，咁就由太極嘅雷有輝咧去創作嘅歌曲《決定》。我決定了不反悔，就算再愛你一倍，這段情。咁記得以前咧就喺電台嘅時候咧，我同倫永亮啦就傾過偈啦，咁都講到其實喺92、93嗰個年代啊，好多香港嘅 artist 咧都會係錄一啲國語作品咧，咁啊順便打去呢個即係台灣嘅市場嘅。咁的而且確啦，喺92、93呢啲年代啊，台灣歌手嚟香港發展，或者香港歌手去台灣發展嘅例子咧，就非常之多嘅。咁啊，早就譬如話有林志穎啊、吳奇隆、蘇有朋呢啲啦咁樣。咁啊，香港去台灣發展嘅歌手都不少嘅。咁喺呢一張嘅6月的愛人裏邊咧，咁喺 A 面嘅最尾一 track 啦，正正就係絕戀嘅國語版本。咁啊，只想對你說一句，不要對我說清楚分手理由，我什麼都接受，只想對你說一句。咁啊，國語版咧聽落嘅感覺咧，就硬係好似冇廣東話版咁好啊！同埋啲歌詞啦，因為即係國語版歌詞就唔係因葵先生寫啦，係一位陳家國嘅填詞人啦，係去寫呢篇國語歌詞，咁所以咧就即係好難同我哋聽開絕戀嗰篇咁精彩嘅歌詞咧去相提並論。咁但係喺呢一張專輯裏邊就收錄咗呢一個絕戀嘅國語版本啦。咁唔知當時嗰個唱片公司嘅盤算係咪都想蔡立兒喺台灣咧，即係有一啲嘅發展啦，定係點樣啦？咁但係無論如何咧，都喺呢張專輯收錄咗呢一個嘅國語版呢一首絕戀嘅國語版，只想對你說一句嘅。頭先開始嘅時候亦都提過啦，咁就係話咧當時咧喺92年咧，即係尚係學生嘅我咧就冇咁多錢啦，咁於是乎咧就只能買呢一個嘅 cassette 帶啦，同埋買鄭秀文嘅Holiday 嘅 cassette 帶嘅。咁啊，其實92年咧，其實對於我自己嚟講咧係一個非常精彩嘅年份嚟嘅。咁當時就即係好多唔同嘅新人係即係推出啦，咁亦都有好多係幾好嘅唱得，譬如話李樂詩啦、Joyce 啦。咁啊，李樂詩其實亦都係喺92年咧推出佢嘅專輯。咁啊，當然佢主打歌就係呢一個嘅Love Is Forever 啦，同埋入夜啦、一塊一晚啦。咁其後李樂詩嘅成就咧都唔錯㗎，譬如話終有一天感動你啊，或者大家經常聽到嘅真情啊，笑聲笑聲滿再溫馨，都係李樂詩嘅作品。咁但係咧講到咧，即係今次講緊蔡立兒點解會同李樂詩即係拉上關係咧？事實上咧喺呢一張6月的愛人嘅專輯裏邊咧，有2首改編歌咧，正正就係同李樂詩佢嘅專輯咧，大家都揀咗同一首歌去做改編嘅噃。咁喺呢一張專輯嘅尾二嘅作品啦，第9首作品啦，就一首叫做《傲慢與偏見》嘅歌曲。咁啊，當然啦，《傲慢與偏見》有一本經典嘅小説或者文學著作啦。咁而原唱呢首歌曲嘅咧，就係一位古巴嘅女歌手啊 Martika。咁其實咧，李樂詩咧亦都將呢一首歌曲咧係改編咗叫做《絕情女》嘅噃。
除此之外咧，喺呢張專輯嘅第5首歌曲咧，為你的夢來為你的愛生咧，其實本身就係改編自咧就係美國嘅一位男歌手 Billy Hughes 嘅作品嚟嘅。咁同樣地咧，李洛斯咧亦都改編咗呢首作品咧，係成為咗請表態。咁所以咧，其實咧即係塞納兒李洛斯，咦，好似即係有啲關聯咧，就係喺呢個地方啦。咁你可能會話啦，咁改編歌啊嘛，咁啲監製聽到外國 hit 乜嘢，咪就係改編乜嘢咯，呢好正常啫，經常性改編歌撞歌都會有㗎啦，咁樣冇錯，的而且確係咁嘅。咁但係我既然指得出塞納兒同李洛斯好似好有關係，就當然唔係呢兩首改編歌咁小事啦。咁啊記得咧就係喺呢一個當年90年代啦，其實就喺商業電台嘅叱咤903咧，就有一個叫做除夕龍鳳配嘅節目啊，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啦？咁其實就係應該由1984年咧係開始有呢個節目咧，就去到1994年咁呢10年間啦，每逢咧呢個大年30晚啦，或者大年29晚啦，咁就會喺深夜時分咧就播通宵㗎。咁就係一啲唔同嘅歌手啦，去撈亂咧係唱對方嘅作品。而喺93年除夕龍鳳配啦，因為93嘅新年就唱翻92年嘅歌啊嘛，塞納兒就正正咧係唱咗李洛斯當時第一張專輯嘅一首快嘅主打歌曲《入夜》啊。今宵這樣冷清嗎？看歌者扭動那嘴巴，我心似荒野長出野花。今宵孤獨似娃娃，再想不出夜。嗱，某程度上我覺得塞納兒咧唱呢首《入夜》係唱得唔錯噶喎，即係。當然李洛斯原唱咧都係好啦，咁但係塞納兒咧唱呢首入夜咧，李洛斯嘅作品咧絕對唔遜色啊，同埋我覺得佢聲底都幾啱，即係唱呢首歌添嘅。咁既然呢張專輯叫做《6月的愛人》啦，咁當然就不得不提佢嘅點題歌曲啦。咁但係咧就比較特別啲嘅點題歌曲咧係收錄喺 B-side 嘅第2首歌曲，咁係一首本地原創嚟嘅，就由杜自持作曲嘅《6月的愛人》啊。填詞同樣都係周禮茂，咁所以咧都會聽到咧裏邊嘅歌詞咧，其實都有一啲隱隱約約嘅情慾感覺。而我最深刻印象就係呢一首歌最尾差唔多 ending 嘅時候咧，咁啊塞納兒都我諗都係第一次係演繹呢一類型嘅作品，你會聽到咧佢係用一啲氣聲咧係去make me a woman 呢一種咧係好性感嘅一種腔調啊。咁整體呢張專輯咧，咁雖然我哋揀唔晒10首歌出嚟啦，咁但係即係冇揀選出嚟同大家分享嘅咧，唔係代表唔好聽嘅。譬如話呢張專輯嘅第3首咧，《喜歡不等於愛》啦，其實都係一首改編自台灣女歌手潘越雲嘅作品啦，其實都係一首好聽嘅歌曲。咁你會感覺到咧，成個專輯嘅定位咧，就係塞納兒係一個都市女性嘅晚上嗰種空虛、嗰種心靈需要慰藉嘅一種狀態。咁雖然佢之前嘅譬如 Close Your Eyes 啊，或者 Say You Love Me 咧，其實都係開始行緊呢個嘅路向嘅。咁但係咧，論歌詞嘅大膽性啦，或者論去演繹上邊嘅放開性咧，我覺得喺呢一張6月的愛人咧，塞納兒又係再更進一步咗嘅。咁但係可惜咧，即係呢張專輯之後咧，塞納兒就冇再有新專輯啦，直至
早幾年啦，佢有啲Hi-Fi 嘅翻唱專輯啦，咁所以呢一張嘅《6月的愛人》咧，都可以話係蔡立兒喺早期啊華納時期嘅最後一張專輯嚟。咁但係整體個水準咧，我覺得係高嘅。咁同期咧，頭先我都講啦，就係話有鄭秀文嘅 Holiday 啦，咁啊有不來的季節啦，或者呢個娃娃愛天下啦咁樣。咁呢兩首歌鄭秀文賣嘅就係一種少女嘅一種感覺，但係蔡立兒行緊嘅咧就係一種開始係慢慢成熟啦。雖然都係再強調啦，蔡立兒當時咧都係廿鬆歲嘅，但係佢賣緊嘅就係一種開始踏入輕熟女嘅都市女性嘅一種心靈嘅感覺嚟。咁所以整體成張碟嘅選曲啦，或者周禮茂先生佢當中寫嘅幾首歌詞咧，我都覺得咧係即係好有水準。咁當然更加就係要留意翻就係殷葵先生嘅作品啦，就係決定啦咁樣。咁啊，所以咧今次同大家咧分享呢一張咧蔡立兒嘅《6月的愛人》咧，亦都同大家咧有少少嘅彩蛋，就係聽咗咧喺市面咧近乎失傳咗嘅徐夕龍鳳配啦呢一個蔡立兒翻唱呢個李樂詩嘅入夜啦。呢個我諗網上應該揾唔到嘅啦。咁我自己就有呢個版本喺度嘅。咁所以咧今次亦都同大家分享呢張專輯，希望咧你哋都會分享下你哋咧，譬如話中唔中意蔡立兒啊，或者有其他蔡立兒作品咧，覺得好聽嘅話咧，都可以留言一齊傾下嘅。今次傾到呢度，下次再同大家傾過其他嘅專輯。